2024巴黎奥运第7月2日要起过，即马比赛场馆、硬体建设拢已经做好啊，嘛开始已经有选手伫现场伫进行练习。不过根据法新社报道，巴黎当地人是因为讲即马交通开始咧管制，有一寡路阁已经封路，开始影响当地人的生活，嘛互当地人出现一寡不满的声音。现场的观众一直在休。2024年巴黎奥运倒头算，即马真正剩无30天，同一个时间，各竞赛场馆嘛入来到上尾准备工课，相关单位的人员一个检查，嘛有一寡选手是抓准时间做比赛进前的练习，那适应场地。Things are going more and more concrete. As you can see, our iconic venues are coming to life. We have installed more than 60,000 temporary seats in the city center of Paris. So it's just even more stunning that we had imagined. 巴黎本地就是外国游客上爱来的欧洲城市之一。2024年奥运，尤其是变做旅游业的金鸡母，真是特别伫奥运期间来巴黎的外国人，拢正期待1个月后的奥运。We came here because there are Olympics and we would like to see all the manifestation to enjoy the Italian team and give them our best support. 不过，巴黎市民的想法和这听到名声来的观光客，会当讲是完全无同。法新社的报道指出讲，为着奥运，真侪本地车道真侪街仔路拢在做交通管制，有的规条路封起来，都是为着要让一个通道给奥运的 VIP。真侪市民选伫奥运的期间，走去其他的城市，要和别人伫遐客。更加侪靠这人讨生活的生理人，嘛敢若会当慢慢的尔。其他国家即马看奥运的焦点，拢伫有可能得到的奖牌的数量，各方拢看好美国队伫总奖牌的数目应该会当连总摕冠军。另外金牌的数量，中国方认为讲是弱伫后壁，可能敢若输美国队一点啊。因为这侪年来摕奖牌数量真侪的罗西亚，因为政治的因素，红牌拄伫奥运的门外。美联社分析讲，本地互罗西亚摕奖牌即卖去上遐，是目前上大的变数。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